云林县无粪扫分化炉，所以县府对6当前开始用机械将粪扫分类处理，变做是固体再生燃料再利用。今年总算是达成粪扫的生产甲消化平方，有讲2年半会当来处理完对进前囤到达17万吨的粪扫。粪扫吨甲满满时，有的先暂时包起来，有的用转移动式粪扫机械分选系统来处理。产生的固体再生燃料转卖予县内企业达成气化效果。目前云林县逐日生产300吨粪扫，和气化量达到平衡啊，已经有自主处理粪扫的能力。我们推动所谓的GWS 系统，就是零废系统，那还有 MMT 机械分拣系统哈。那到目前来说哈，它整个每天的处理量能已经达到300吨到350吨哈。那另外也透过南亚的焚化厂的更新，好，那现在可以协助云林县将近100吨这个垃圾。之前垃圾一直堆积的话，好像有很多环境的问题啊。如果说这一次我们云林县的垃圾可以解决的话，我觉得对我们的环境都会有很大的改善。云林县环保局表示，县内粪扫吨17万吨，伫去年底达到高峰。不过今年1月生产和气化达到平衡，今年5月已经处理1万多吨的粪扫，目前大约阁有15万吨。希望中央会当修法提高固体再生燃料添加率，并紧来处理这寡粪扫。那一天大概产生150吨的一个SRF。好，那因为基于那个法令的限制，好，那目前整个塑化公司只可以使用大概是一天将近100吨的一个 SRF 哈，所以每天大概有将近50吨的 SRF 需要暂置，我们就以打包暂置的方式来处理哈。环保局表示，目前粪扫若拢顺利处理，预估上紧2当半，都会当互县内吨的粪扫拢清完。嘛，期待中央会当针对能源转型，甲固体再生燃料添加取代土炭的比率提悬到20%，来帮助县内粪扫拢透动来处理，加做能源使用。记者王伟雄，云林报道。